数，1将小数化成百分率，老小数1中百分率。那课本当中有两题，第一题係咩嘛？2.16，第二係2.375，老二分鐘嘛？8分之啊，2.16，相當於1中嘛分數。分母要用幾多？100。用嚟講咁啊，100。因為佢小數點係會有幾多米？1米、2米啊，16%。16%啊，16%因為16%幾多？16%。OK， 咁答案就出來。再講一講哈，2.16。先分到分數的分母要用幾多？100，咁用100，沒用1，沒用10，沒用1000。小數點係會有幾？1米、2米，不都是不需要啦，2、3、好，但個分子係幾多？分子16，好。來，就按道理來呀，你要用嚟做374乘以好1000分之2片係咩？通過來。這分母用幾多？啊？1000分子咧？375。好，375。那含重的咯，變成100。對，所以小於答案，要小數點做用過來，用散射器點。百分率係幾多？百分之37點。好，可以按用來。那課本呢？好，你老二做咯，好，拆開來，老二拆開來。那有一種方法，你看做，你話做乜嚟啊？235，好，等於375乘以1000分之1。那1000分之1就等於係10分之1乘以8分之1，好，壓力老二標出來，等於375乘以10分之1係幾多？10分之370。等於37點，乘以8分之1，等於8分之37點，等於37.5%，好，等於37.5%，你按用來，有清楚嗎？有。那下來，就讓你整理後來看第四題，好，來看第四題。
再讲一个2.16，其实就是正6乘以1/8啦。好，再来看第4题。翰林做啥代志？国小课后社团球类运动参加人数的比率图，测看看4种球类运动所占的百分率各是多少？好，那以下一张图，好，黑板的图呢，好，眼睛图。那么在 T4 题，你要考的嘛係將分母、老分母、扣分都100、1000，一係講用除法，去求百分率。1分母扣分做1100，2用除法建議啦，好。面前將分母扣分建議啦，將分母扣分到1100，2用除法來求百分率，兩種方式來求百分率啦，啊。你怎么放喺度？圆形图。好，圆形的一般，你放喺球。啊？方球。再嚟係乜啊？羽毛球係幾多？4分之1。係乜球？羽毛球。再嚟咧？排球係幾多？1/8。1/8係排球。係乜啊？其他係唔知哈，其他。籃球係幾多？1/4係乜球？籃球。現在呢，讓它全部把你當做百分率了哈，來，棒球。羽毛球。馬球。排球。還有乜？籃球。請問棒球係幾多？1/2。啊？1/2。羽毛球。1/4。排球。1/8。棒球、籃球1/4。好，而家有兩種算法哦。第一種，老分母變到100，我們變到1000。第二種方法係用除的，好來算。咱先用後的，後的利用哪一種方式1/4等於1/10等於1/5。後的利用嘅分母扣分到100。那阿元的呢？阿元的啊？利用除的哈，好了，我就看一下啊。
全部2按样会变到100，2样会变100，2按样会到100。5等于50。对，乘以50。分母乘以50，分子呢乘以1乘50几多？ 50。好，答案出来吧。50%啊，50%。第一，分母秒到100，10秒到100，10秒到100。先要摇，先要摇，1/4，这种1/8到10秒变100。10秒变100。分母乘10，分子呢？乘10。1乘10会几多？还用号码？我用哪个号？乘以10%。第三题，1/8，1要变到100。乘以100。8乘以多少会100？乘以10。 1/1/5，再看。我们可以用双倍纲，我们有讲过呀，交叉相乘，100乘以除半，乘以100除半。你做除半嘛？都不在。是不是除半嘛？都在。半夜。8。是干半。1。蓝标哪了？半1。16。1是干16。C呢是木啦。木这个数量。半5。12。说呢？半乘以1/5等于100。大下乘1/5当我们要乘以1/5。如果1/8就会乘以1/2。得了，篮球诶，1/4，按样来变，4按样变到100。多少钱？4要变到100。乘以10。哎，乘以1/5，好。分母乘以1/5，4乘1/5就会100。分母乘1/5，分子呢？乘1/5。还有我们做对吧？都在。啊。好。还可以用仿射，就那个老量分母变到100，好，分母乘几多，分子就乘几多？老量啊，2要变到100，乘1没乘50，都是8/50。1/10，2要变到分母的100，10/1，2要变到分母的100，10乘10，分子呢1乘10，变到8/10，知道？10/8/10，1/8变到8/10几多呢？8变到几多为100？8乘1/5为100，这分子呢1乘1/5就会1/5，1/5就会多少？
8%生理效应。啲篮球啊，啊1/4等于1/4用来变成1%生，4乘1生5就会100，1乘1生5就会1/4生。你还第一种仿生，那第一种仿生呢，就用除的哈，哎，大家用除哦。用仿生比较下，1/1等于哪？一刀除几刀？一除等于刀，人江追。因为12%，再来2毛91/10等于1除10等于多？1除10去黑几多啊？第三题，1除8嘞？1除8嘞？等于多？1除8，谁出边等于多？怎么来？1中的除8下了，谁出边5了？8页。10干8。5啦，8一。10干16。5啦，8 20。这是两边1等于8%生一点。篮球的嘞？1除7等于篮球等于8%。OK， 而且两种算法，看你用哪种做的。下摆呢有7题随堂练习，哦，你要随堂练习，就这边干过来做。像来，还有讲用来做，唔知来做哈。2点7用来做。2点7等于。这叫关注比率。100分之70等于70%。2点7要不一样，比如2点7啦，2点7啦。那你很快就知道答案去了，72%。那2点7呢？小数点用右边塞量，它向塞量 b 变成几多？2点7啦。对对，2点7。小数点用右边塞量 b 啊，变成2.7%。第三题3%变几多？用除的去变啊。就是用171的1%几多？你知道变成几多就会啊？分母除几多？分子除几多？像200用会变到100。200用会变到100。除2啊，就会变到100。171用会除，171都除2啊，会等于几多？好来，来了4题3好啦。我现在请常这老师来过来哈，然后强公益叫他把哦，强公益我就老一下单元搞的，然后就提升单元搞完就要考试了哈，对吗？要好，来，黄色有2种，黑色的老黄色的。